錯峰暑期嚟泰國嘆返個酒店先啦 ！Trip Life 推介3個超性價比酒店：一、華欣海沙陽光 JC 海文酒店及度假村，海景豪華雙床房，一晚包早餐，限時驚喜價低至301。酒店臨近華欣海灘同埋華欣火車站，到私人海灘上放鬆一下，盡情享受室外游泳池。二、薩雅斯德鄉村酒店。卡巴納套房，直通泳池，一晚包早餐，限時驚喜價低至574。酒店臨近卡塔海灘、巴東海灘、普吉國際機場。酒店提供卡塔海灘免費班車服務，方便出遊。酒店裝飾異國風情，超級出片。餐廳供應地道當地美食，邊玩邊嘆美食。三、曼谷維伊美景閣酒店，豪華房2晚，連住包早餐，免費兒童加床。限時驚喜價低至2296，5、6月節假日全部不加價，原價3000加。酒店位於曼谷市中心暹羅商圈 MBK 購物中心、暹羅百麗宮 Central World， 距離 BTS 輕軌站只需1分鐘步行路程。酒店餐飲係米其林之星，嘆地道泰國美食。住宿券到期未用自動退款，使用前亦可以隨時退款。記得點開視頻介紹或評論區連結睇睇啦。